乡亲继续来看这个俄罗斯侵犯乌克兰，这个战争来到第14天。为着要来挺快着俄罗斯发动战争，美国的总统拜登宣布上界严重的制裁，禁止着俄罗斯的石油甲天然气进口美国。因为这个卖油甲这个天然气的钱，正就是俄罗斯的国军工业甲军队上界主要的收入。美国就是要来斩断俄罗斯的经脉。讲这个英国随后嘛对咧做。也毋过嘛，因为安尼，所以美国的国内尤其是大标起，标价台票每一粒是31块2，嘛互美国民众感受到经济压力。但是拜登总统讲，为着捍卫自由，必须都爱付出着代价。美国的跨国的集团，包括麦当劳、星巴克、可口可乐甲百事可乐嘛来宣布，要甲伫俄罗斯几百间的分店关起来。暂时袂做生意了，要用经济制裁来反制掉俄罗斯的野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